渔村对这种信仰会更愈虔诚。对王公的信仰，那从细汉就开始啊，足爱参与着做王船的工作的啊。咱是有信仰的人，所以拢会安尼啊。人讲啊，咱甲做无好势，对咱较无好安。因为这王船是无形的。较早这个是我老的拢去啊，轮到阮在做老的啊，就对啦。大家拢走啊，会晓伫遮参与的只3、4个人，啊，剩的会做，毋过伊无遐做啊，你会有啊。食到这个岁啊，佫会当做，算咱的福气啊，啊，就加叫我斗做啊。我这任务我无甲做啊，无法度啊。咱若是身体勇勇，我讲的咱绝对会甲做。